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会当做伙伫遮来敬拜阮上帝。伫开始的进前，咱做伙来唱这条诗歌。信寻，请你来。求主赦免咱一切无悔的事，保守阮脱离一切的罪恶，互咱会当用悔改心来恩主认罪。这是咱做伙开喙来为着家己的罪来祈祷。感谢，甲阿乐伫上帝的面前，主啊，我多多感谢，主你的感谢，因带伫阮福建教会当中，主啊，互阮结合你，回来你的事情，今晚你做到感谢你，多多感谢，主你好敬拜基督，主耶稣基督圣名。所以，阮即马替阮。富强教会来祈祷，阮知影富强教会是敬拜上帝的教会，嘛是阮来引传阮福音的教会，所以阮来大嘴学了来为着阮富强教会来祈祷。主啊，我感谢你，多多感谢你。主啊，为着阮富强教会来祈祷。主啊，你复兴伫这时代内面，有你引传阮。主啊，你拢是听阮的祈祷。主啊，富强教会是敬拜上帝的教会，是引传福音的教会，大大祝福。小组长所有的同工来祈祷，求主互因伫服侍当中会当哪服侍哪工甜。咱嘛为青少年甲主日学来祈祷，求主帮助因伫学校的当中有主的灵伫因的心上。嘛为主日学伫7月份要举办的2场夏令营的活动，求主帮助因伫活动的当中会当学习到真侪的知识。咱做伙开喙来为这几项的代志来祈祷。来，我要开始求主请主，数着等级甲小组那个所有的工，互因真正适合下好主意，又求主坚固因的信心，互因伫灵界环境当中受为大，受为大，祈求主的福。
嘛，伊带阮去青少年，甲主义学习，来大学学赛是主义理论，主啊，拢带青少年，还是
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相思。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星星是我的安慰者，伊是叫温柔的同在来感谢。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以及伊相随，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我相信，心可以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
上听我的主是阿爸爸，伊听我说宝贝。这时来唱信息179首，灵光规定基本上。上帝，灵光归心惊上帝，灵光归地心是上帝，灵光归三位一体，灵光灵光灵光上帝，灵光主高万万岁，灵光归地天。世人做我无下处，灵光归地小人的主，高处做王万里久。灵光灵光灵光上帝，灵光主地人现在，灵光乌乐高万万里。天地在造那灵犀，高观灵光无奇无妙，无乐求万物丢丢。灵光灵光灵光上帝，万物的欧高万岁。哈利路亚！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保守阮伫每一日拢经历着上帝你的救恩，经历上帝你丰富的赏赐，也经历着上帝你的恩典甲疼痛。阮才会受阮的囝儿用欢喜、用渴慕、用追求的心来到你面前，为着要来仰望主的面，为着要来用诗歌、用祈祷，用赞美来学乐天顶的上帝。主啊，求你这时临在伫阮中间，进入到阮每一人的心，互阮的心甲主相结连，通过你的话来得到激励，通过祈祷来甲主亲近，也通过当心自己的敬拜，经验伫第二亲像伫天里这款的喜乐。爸上帝啊，愿你的平安也伫阮众人的中间。互阮时时知影，阮是你恩典，是用着保护大家所救赎的百姓。互阮享受着这款的祝福，也将这款的恩典，将这款的祝福赏赐来分享给更较多人。爸上帝啊，愿今日敬拜对头到尾，荣光归于你。啊，阮无论是伫现场，还是伫线顶，还是出外兄弟姊妹，愿阮拢同心自执。同心有份，伫你的面前来敬拜服侍你。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恳求，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愿徛地，咱要来纪念咱这个尼西亚圣经吼。咱照这话语，按一句一句来读，做来读。阮是独一专一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里的主，完成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伊一切世代以前，对地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死的，不是有造的，甲的同质同体，万里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真主，对天甲人，对圣神，甲地事物，玛利亚出世，加做人，伫本着变个人来，为咱定是世界，受咱拜众。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过晚，天现在坐伫白掌边，
伊要以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阮信守死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相处，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托先知讲话，阮信一个圣，共同选出来教会。阮靠背一个会立下罪的洗礼，阮希望世人好我来世活命。阿门。大家请坐。启应，这是请掀开周报第11页，启应文54篇。我来启回着三角来。心灵善者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要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这是咱三角来祈祷。主啊，你是掌管万物的主，你是至尊至圣全能的爸。万物拢是你所创造，万民拢着出声快乐唱歌，讹乐上帝。主，我满心感谢讹乐你，伫圣的主日，感谢搁一摆你带领阮来到你的面前，吟诗敬拜。感谢你听阮众人，因为主，你看阮每一人诚做宝贝，你实实在在疼惜阮每一位。伫过去的日子，阮有得罪你、侮辱你、离开你，求你赦免阮。阮有得罪人。互人会宽容原谅阮的，阮也要宽容原谅别人对阮的过错。恳求主赐了祈祷的圣神，教阮成做一个爱祈祷、爱亲近你的人。恳求你接近阮的心思意念，互阮的心独独较无听候你，专心来听爱你，日日操练健康的生活。我靠圣神成做刚强壮胆、有信心、有能力的人，互阮常常连结伫你的内面，活出公义、和平、正直、温柔、良善、怜悯、饶恕、谦卑、忍耐、喜乐的生命款式。阮无人知未来的境遇是啥款。毋过，阮知主掌管阮每一人，求上帝赐互阮智慧的心，互阮对你遐领受异象，拄起心中的过犯的难处，完全倚靠上帝的带领。主啊，当阮富强教会兄弟姊妹伫咧迎接50喜年的同时，互阮对今仔日开始，拢通明白上帝伫阮每一人身上。拢有得胜的计划，活出上帝你的命定，过一个无同款的人生，想使阮有健康佮丰盛的属灵生命，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佮恩典。主爱怜悯的天父上帝，求主怜悯保守阮心灵的健康，也为着教会中肢体欠安、心灵软弱的兄姐来祈祷。恳求主施阮怜悯，医治伫因的身上，伊伫遐身体有病痛，佮叫遐
软弱、心灵软弱的，成做刚强；丧凶的得到富足，忧愁的得到安慰；既然劳苦背重担的得到安息；军队里的得到圣洁的温书。求你坚固阮的信心，赏赐阮疼心，伫疼心甲信心内底，搁存永远的盼望。总是阮有侪欠缺无够额，因为阮人是有限，阮需要对你遐来的智慧、气力来引带。只是恳求主，你的圣神教阮三角之地，使阮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互牧师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互伊所讲出的话，逐句拢带着属灵的气力，丰丰富富，互阮兄弟姊妹，成做灵命的美娘，通过信息的启示，来经历你的奇妙救恩甲恩典。恩安的感恩祈祷，奉告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享受上帝的话，今日的圣经节记载伫两位。第一位伫约伯记第23章第1节到12节，这是我来强读。我一直对伊的脚步，伫守伊的路，毋捌偏离。我毋捌违背伊发出的命令。我珍惜伊的话，不是记伫心内。第二位圣经节记载伫犹大书1章第20节到21节。恁的亲爱朋友，着将家己建立伫恁至圣的信仰顶面，着靠圣神祈祷，着踮伫上帝的疼保守家己，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得到永远的活命。圣经读到这，愿上帝亲自祝福听伊话语、听叹伊话语的人。赞美只是请圣歌队来献诗，今日要献诗的曲目是万民齐声欢欣唱歌。
多谢咱圣歌队用诗歌来带咱敬拜上帝，今日姊妹大家平安。咱伫即礼拜吼，真侪人拢感觉到外口热甲像火炉共款吼。愿主来保守吼，咱即个伫即个极端气候内底吼，真正咱安怎来调整咱的作息、咱的生活、咱的健康，愿主亲自保守。咱伫分享主的话之前，大先来做备办的祈祷。爸，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有这个福分，搁一遍伫主你的圣日，三甲自执、三甲聚会、三甲敬拜。爸上帝，愿你的圣神高抹阮每一个开启阮的心，互阮明白，阮跟对主行这条天国的道路，阮会安怎做，才会当伫温天中，伫主你的听的中间来稳当来行过，互阮伫主你的真道顶面来得到起造。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听日姊妹，咱今仔日三甲分享的主题叫做“伫至圣真道来得造就”吼，至圣的真道来得造就。这个是对咱拄则读的两段经文内底一句话所出来，吼，就是伫犹大书的1章20节到21节中间有讲，着家己建立伫至圣信仰的顶面。这是现代台语的翻译。这个至圣真道的造就是和合本所予咱的这个话句安尼。他像即位，咱今仔日伫这个炎热的天气，咱犹原伫这个6月底吼，拄好伫进入暑期咱伫遮三甲受主的话有几项要甲咱三甲学习吼，就是咱通过主的话，就是读圣经来学真道的门徒生活，就是咱经过侪的学习，就是倒来伫圣经的基础，咱才通伫一生的年日，好像咱家己的身躯、咱的生命，有圣经的话，正做活命的气力，互咱经过人的一生。咱教会真注重咱的门徒的操练，大概咱所经历过，伫咱兄弟姊妹拢参与到的，咱鼓励咱每一日读圣经，咱有新眼光读经，咱嘛有这个370日，一日读几章的圣经，一年甲读5了。咱当也进行门徒学校，咱也有查经的课程。这相片拢咧讲起咱最近教会所进行的这门徒的操练的部分吼。像这个是咱的周间的查经班，就是咱拄好结束吼，由詹牧师伊带领的一个查经班，拄好伫迄个母亲节时阵，因做伙联合吼翕一张安尼团体相安尼吼。这是
实际上在查经班暗时吼，拜三暗时8点到9点外，伫遐来学习的即个情景。即个是咱伫2礼拜前举办的即个文道学校，咱看见有遮尔多下遮的文道学生来参加课程，有的是第1期的，有的是第2期的，咱做伙来领一张伊的证书吼，证书安尼。真侪阁有写见证吼，遮个拢是写因的见证。中间咱嘛看见有一位李教授吼，已经退休啊，伊嘛照起工哦，而且是安尼19礼拜拢无欠息啦，无欠息，就是要学习，佫写出因的信仰的经历甲学习，这拢是咱教会例行的事工哦，毋是临时发生的，是逐年拢有的，这是咱咧栽培咧造就咱所有的兄弟姊妹。这是咱顶礼拜举办的即个年度培灵会，咱有通过潘牧师、卢牧师甲因的教会全体来咱中间吼。咱看见着无共教会因所展现出来迄种信仰的形式吼，因咧是非常的有活力的，就对啦吼。这个囡仔吼，非常的有迄个活力精神，伫遐大声回应喊话阿门安尼。唱歌嘛足有力的，就对。这是无共教会因文道造就的模式，因为少年的足多，所以即款的模式嘛，非常的互咱有真深的印象，就对啦吼。这是咱迄天的牧者来互相来翕相做纪念。这是咱礼拜煞中集吼，甲遮的英美教会中集做伙翕相吼。这是煞了后。这英美教会会友，甲咱教会兄弟做合相合照的相安尼。兄弟姊妹，培灵会对咱的要紧是讲，互咱伫例行的学习的中间，透过上帝所差遣的即个牧者女婢来甲咱点醒，来甲咱回应，互咱知影讲，咱伫倒一个方面需要搁较加强。有甚物所在，咱有绕沟去；有甚物所在需要咱学习的所在。今仔日咱就是看见这段时间咱顶半年吼，差不多就是咱咧装备甲造就的时间。咱线接对后礼拜7月开始，咱有过一个新的叫做季节啦。什么季节呢？咱受装备、学习、读经、背经、抄经。话来，你这要创啥？毋是要考试成绩好，毋是。咱下半年就是要进入一个行动啊！行动什么？就是来传福音、带人归主。所以对于后礼拜开始，咱开始要筹备啊！咱第7期的幸福小组要来开始启动。头前有2个月的时间，就是咱筹备、邀请、组织，互咱准备好，亲像。精练的兵要开始出阵啊！这是咱教会这个整个年度的运转的中间的一部分吼。我期待讲，咱兄弟姊妹，咱来做伙学习。今仔日2位经节所要对咱提醒的话啦。拄则咱讲，咱教会有真侪无共款的研习，有读经、抄经，这是咱对约伯所领受到的。伫苦难中的约伯，记载约伯记23章的所在，伊是甲第3摆，甲伊3个朋友，3个朋友对话，其中伊回答一个即个提曼人叫做以利法的质问啦，伊亲自应答伊，迄个无偏离伊的信仰的见证。意思是迄个时阵苦难中的约伯，最近咱对6月咱咧读约伯记啊，咱的即个读经的进度，咧讲起着约伯伊的一生的经历吼。这段拄好是伊一个信仰的回应就对啦吼，信仰的回应，就是约伯记23章的11节到12节，伊安怎分对主的骹步？头一项，伊讲我紧跟对伊的骹步，我对伊的道路毋敢偏差。虽然受到质疑，
遇到拄着危害、艰难，也是患难，但是伊讲，我无啥物通质疑上帝，我就是要跟对伊的脚步。台语的话讲，我一直对伊的脚步，接受伊的路，毋捌骗你。兄弟姊妹，咱讲真道，真道什么意思咧？真道有两个意思啦。真道是圣经记载的话语，一句一句，一节一节，一章一章，啊，一卷一卷，吼，啊，迄叫做真道。但是约伯伊讲，我对伊的路，上帝安怎行，我就是跟对，对伊的道路，而且毋敢偏差。咱知影咱台湾吼，台湾足侪人爱去倒遐去爬山，去爬山，因为吼。特别种热天哦，去山顶足凉爽的，啊，佮有迄云雾足水的安尼。但其中一个上重要的一项就是讲吼，你骹步爱行好啦。啊，你吼小可挖一个头吼，迄路就毋对去啊啦。啊，虽然迄个台湾的大山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吸引人，啊嘛是危险的所在，因为你一个偏差无好势，涂骹迄草啊所砍的到底是平地还是凹坎，你拢唔知。啊，所以人生就是条道路嘛。人生的道路，你要行到头，行到人生的路尾。约伯讲吼，我即阵是真困境的中间，啊，家庭拄着伤害的中间。毋过我跟对伊的脚步，我对伊的道路，我毋敢偏差。毋敢的意思是讲无要乌白来，还是讲家己吼伤自信。唔敢跟对伊的脚步，兄弟姊妹，第二，伊搁一遍强调，我时时刻刻遵守伊的命令，我跟对伊的旨意，唔敢无趁家己的欲望，常常警醒家己讲，我有照上帝的旨意甲命令咧行无就对啦，毋是看家己啊人讲的兴趣，也是家己一时的念头。也是家己啊冲动，也是家己受到诱惑。台语讲，我毋捌违背伊发出的命令，我珍惜伊的话，不时记伫心内。兄弟姊妹，咱若想着讲，约伯是伫艰难困境的中间，伊毋是安尼顺遂凉凉细细的时阵呢。伊伫困境的中间，伊悠远地强调家己，我伫迄个。拄着挑战、拄着威胁的时，我阁爱较警醒，毋通去偏差。跟对主的脚步，遵听你的命令，而且讲无趁家己的欲望啦。无趁家己欲望，就是咱人的题目字，咱人的心境，咱人的一时的冲动，伊才拢甲伊排除去。啊，这是约伯，伊后来，咱知影后来约伯，伊阁重新对上帝加倍束缚，是因为。伊有法度通够行过迄条艰难人生的大灾难、人生的大坑坎、人生的困境。啊，这是约伯伊家己亲身所经历到的。要诚侪咱兄弟姊妹一个借鉴甲学习啦。咱阁看起第二段经文是犹大书，咱平时较无接咧读吼。雅各的兄弟叫做犹大，伊面对着当时。初代教会吼，即假教师，就是讲安尼，人讲打着耶稣的学生的门号啦吼，啊，四过咧宣扬伊家己的理念，啊，根本都无照真理，无照圣经，啊，迄阵出现伫初代教会中间，啊，伊讲勉励大家爱持守即个信仰，啊，所以持守信仰有两种，到遮就有两种意思啊，一种是上帝信仰，啊，拢定定着着吼。啊，真清楚伫遐，但是我都无气力通做。啊，是讲我安尼受到诱惑，啊，受到即个无共款的影响，啊，我偏差去。另外一种是别人用偏差的话要叫你对啊，啊，就是假教师伫当时初代教，因迄阵也无一个大公会议，像咱拄则吼，是安那要来纪念即个尼西亚圣经，迄就是当时出现。假教师，啊，正教会想讲啊，这袂使呢，啊嘛无可能一个去甲会友教，安尼咱来写出一篇咱全体迄阵初代教会哦，300几年的时阵啊，
大家正人拢同意的信仰，迄叫做尼西亚信经。啊，就互牧师去教会友，互会友互相来教，讲你都要照安尼照安尼，这是咱正教会全部这牧者所定落来。但迄阵也无济，所以假教师诚侪，试过讲遐个有诶无诶，大家听了安尼耳啊拍拍毋少一直对就对了，一直对安尼。所以犹大伊提醒讲叫当时诶兄弟百姓都爱坚守这两项。第一就是始终建立伫圣经真道诶信仰，爱坚固伫信仰。圣经真道毋是安尼，互遐个无根据诶遐个假教师所讲诶遐个谄媚诶话，也是有色诶话，也是偏差诶话。所以建立伫至圣诶真信仰，就是咱今日主题啦，是好啊本诶话。伊讲伫至圣诶真道来起造家己。咱知影讲迄要起厝也是要起一个安尼较坚固诶。你来先地基啊，用好。若起毋对无采你咧起，起足水，无偌久就崩落去啊，因为你诶地基无好。所以咱要起造家己，的确就爱有坚固诶信仰，伫真道顶面来起造家己。而且佫安怎？照着圣神诶规律来祈祷，即句话真宝贵啦。你要起造不起造，你到底你遐认真遐拍拼，要起到真诶啊，起到假诶？爱靠圣神祈祷，时时调整家己。今仔日我读这段经文，我就讲圣神啊，帮助我明白你的意思，毋是照家己安天马行空、凊彩解说安尼，去影响别人。这是犹大书20节所讲的。所以犹大书无第1章、第2章啦，是咱惯势讲第1章，事实就是干那1章尔。大卫先讲圣经讲了佫较口碑的话，伊讲恁咧，意思讲恁爱安怎亲爱的朋友。要将家己建立伫至圣的信仰顶面。恁咧表示讲但正兄这啊，恁爱注意都爱将家己建立伫至圣的信仰顶。佫着安怎？靠圣神祈祷。咱祈祷毋是干那讲心内想啥就祈祷，有时咱会先安静讲圣神啊，你爱我做甚物？你爱我做甚物选择？圣神啊！带我伫这项祈祷的顶面，甲上帝亲近，然后明白你的意思。这常常是咱祈祷咱常常爱讲，但是听嘛足重要呢。听你就讲就无啥物声要叫我听啥货，事实就是心思的听，心灵的听，静谧的听，安静的听。这是咱拄则甲这两段经文做一个介绍。第2段，伊讲。常常生活伫上帝听，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恁，赐恁永恒的生命。活伫上帝听，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互伊即个永远的生命赏赐互咱。咱即个台语的圣经讲，着踮伫上帝的听，保守家己，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得到永远的活命，踮伫上帝的听，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然后咱通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会通讲，犹大伊伫当时安尼遮混乱的即个信仰的内底，伊安怎指出一条路？咱若阁小可来了解即个犹大背景是安尼。伊个作者即个犹大，伊家己称呼讲我是雅各的兄弟犹大。雅各那照圣经这研究，伊毋是12使徒之一啦，伊是当时伫耶路撒冷的领袖，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咱知影讲保罗几啊摆转去耶路撒冷对无？有找当时伫耶路撒冷的领导者，其中一个真有影响力的，就是耶稣的兄弟，叫做雅各。所以犹大书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有关救恩的问题，因为初代教会常常发生假教师啦，出现伫教会。所以然后假教师传唔对去救恩就断去啊咧，救恩就无去啊咧。
啊，所以假教师对教会的团契生活影响非常的严重。团契生活毋是讲咱一个副团契、相邻团契，即个有形的团契，是讲你我兄弟姊妹互相咧交陪、互相咧往来、互相咧关怀、互相咧自救的中间，即种团契吼，即款动力的团契，影响什么？讲即款假教师的言论，互人入迷惑啦。啥人会想要听？就讲听了解成，对哦，有理哦，哦真好哦，啊，佫真方便哦，你毋则吸引着人，要是安那，咱台湾变做诈骗王国咧，咱台湾啥叫做诈骗天堂咧？诈骗干那两项，第一项是，互你贪就有诈骗啊；第二，互你惊，哎哟，这若无赶紧处理代志来啊，重要是讲你互伊迷惑去啦。假教师就用这种方式来迷惑。第二，这款迷惑人军队因的生活方式，就会造成信仰的沉落对落安尼。所以咱另外伫这个经节内底，犹大书咱也会当整体读都有讲起到这几项，搁一项13节讲，甚至败坏到连基本道德生活也袂当持守。作者用见笑的行为来形容，因为当时的假教师有一种上严重的就是讲灵甲体分开的啦。意思讲，我若得救我灵魂会当上天我这个身躯这个肉体凊彩毁虑拢袂要紧。要贪要啉，要淫乱要享受人生迄款迄个肉体败坏，拢无影响我得救。安尼都。逐项拢一样呢，我得救，我得救，我要享受人生，逐项的车花宴乐无影响。迄叫做二元论，迄款的迄个言论伫当地初代教会非常的流行。真侪较软正的人想讲，安尼袂歹这两项拢得着，安尼介好安尼。毋过这是毋对的。信仰若无用行为来见证，这个信仰是假的，是空嘴报纸的。这是当时这个初代教会所拄着。所以犹大书的作者犹大呢，就认为讲爱写这张批来纠正伫教会发生的这款错误的信仰生活。佫22节讲爱注意防范，特别对遐个信仰犹豫不定的人，佫需要帮助因。这是咱今仔对两大经文来回应着。兄弟姊妹。咱有门徒训练，咱有查经班，咱有培灵，这个物件是咱一个这个属灵基础的顶面。但是，咱当安静落来的时阵，对每一个人上有基础的，就是爱倒来伫圣经的真道。你若无伫圣经的起做，咱台湾教会社会有一款人，就是讲叫做特会症候群。特会症候群，哇！倒一个出名的讲出来，大家小珍去排队嘛欢喜甲，听哇，非常的兴奋安尼转来教会也无看到伊改变啦，叫伊服侍伊嘛是无爱服侍叫伊读圣经嘛无啥要读，人中间的相处嘛无改变，迄叫做特会症候群。你听有感动，但是无活伫你的生活内底。所以咱爱倒转来伫圣经家己来安尼隐秘伫遐来造就，迄叫做伫真道的顶面来活出即款的即个见证，也是活出即款的造就安尼。所以兄弟姊妹，伫至圣的真道得造就我要先讲，咱过来下半年嘛有一个抄圣经的活动咱去旧年咱抄箴言大家非常的踊跃咱的上年嘛，佫另外加码就对啦用抄箴言来当做咱一个献祭，所以有人抄几啊摆咱公报社最近就发动一个箴言抄了来抄诗篇啦来抄诗篇安尼。诗篇咱知差不多箴言的3倍箴言的3倍，所以伊就出3本3本。这3本呢，就是讲咱对开始参加，因要用一日写一篇，就是
安尼150篇嘛，150日，啊要邀请咱兄弟来参加吼，啊讲要用抄写诗篇来学了主，成做2024年献互上帝感恩就对。啊，因为伊家是日期已经定好啊，到11月28，迄是用11月28往前推150日啦吼。啊，咱教会感觉讲，旧年大家真踊跃哦，咱教会真侪兄弟名单拢印伫即个公布的名单内底，甲教会公布。啊，咱今年嘛会阁继续加嘛，而且是3倍的啦吼。啊，所以呢，咱会当有感动，会当来参加吼。你看3本，就是上中下吼。嘛甲旧年迄款的版本共款，字张大字吼，真阔，所以你当慢慢啊抄。毋是为着要抄作业啦吼，是要一字一字，亲像咧学了，亲像咧感恩一画一画，一笔一笔，毋是咧讲你写了水无水，是咧写了你有认真无，有照起工无吼？这是咱所咧努力的吼，用即个来成做咱诗篇的献祭安尼吼。当时咱定定咧推动这个活动吼，落了完成就好啊。我会记得20几年前，我伫盐埕教会吼，拄伫遐开始咧牧会拄要迎旨吼，迄阵盐埕是80周年啊，80周年。迄阵教会嘛，像咱教会咧建堂共款，推动一个抄圣经的活动。哇，因抄圣经吼，伊的难度搁较悬呢。有几啊位我知影，有差不多4、5位吼，甲全本的圣经家己一人抄了。毋是一人写一段哦，也是写像咧诗篇箴言，就足不得了啊，对毋对？伊写全本的圣经抄甲了安尼，到尾去甲装订起来吼，诚做伊的传家宝就对。咱后壁面即本吼是正兄弟合作的即个成果就对啦吼。所以做遮个事，真正咱常常爱提醒讲我毋是要用即个做业绩的，是因为我要。用一字一字来表达我对圣经真理的渴慕，甲我甲上帝的关系更加亲密。但是呢，请会记得吼，咱今日这本大本圣经摆伫这个桌面吼，是要互咱知影讲，咱大家拢有份参与。但是今仔日有真侪人吼，将圣经当作无共款的用途啦。咱来思考。圣经伫咱的生活中的角色是甚物？咱嘛爱思考讲，是安怎咱定爱推动读圣经啦、背圣经啦、抄圣经啦，真侪人抄甲足趣味，但是嘛有人伊嘛真坦白讲，牧师也是讲甲小组长讲，我都读无落来，读了安尼目睭就重啊咧目皮就重啊，都读袂落去，读袂出意思啦，到要安怎呢？所以。咱来思考讲，啥圣经读圣经无热诚，袂当对圣经得到灵魂的养持吼，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拢爱面对的挑战。今仔日有真侪人把圣经用来做甚物呢？来装饰咖啡桌也是讲客厅，也是书柜摆得水水，因为圣经印一本一本真好看比做装饰用。有的人是咧宣誓啦，像美国总统新加坡的遐个官员总要迄个就任的时，拿换圣经来宣誓有的人放伫床头柜，要做表示伊足有灵性安尼。咱嘛看见讲有的人伫起一栋大楼，也是起礼拜堂，甲迄本圣经带伫涂骹做地基安尼。嘛有人足趣味讲，这圣经迄是智慧的结晶呢，我当作文学作品啦，也是历史来读。有影，这个物件毋是歹，我毋是讲歹是讲这个物件正做圣经真侪用途啦。但是这个部分拢袂当代替咱家己亲自来宣读主的话。所以保罗就安尼提醒伊伫提摩太后书4章30到40讲。因为时机得要到，迄时人听袂落健全的教示啦，听袂落。暗耳孔无听真理，反正趁家己的私欲，
耳孔上聘请一个搁一个教师来讲合意听，无影子来传说。这是咱基督徒上容易陷落的即个陷阱，也是讲一个弱点。圣经无爱认真研究吼，暗耳孔无爱听，听袂落。颠倒吼，人讲听着遐江湖术士啦，吼，听着遐安尼名嘴，甲你念，读，吼，遐无影无食迄款教示，煞你要听足认真，因为你爱听要爱听的嘛。伊讲请一个搁一个教师来讲合意听，无影子来传说。咱台湾社会吼，真侪人去拜遐邪教。就是拢听到遐讲，我要互你偌好啦，互你人生偌光明啦，无影无食的话，咱都爱倒来伫圣经真实健全的道理，你才袂去听到遮有诶无诶吼。事实，咱伫基督教内底嘛有真侪叫做异端的教派呢，甚至家己自称是教主啦，吼，自称是教主，煞搁另外创造一本圣经。毋是要照圣经来行，所以保罗即款提醒有，甲咱提醒什么呢？咱爱注意讲，咱无爱上帝话有三大原因啦。就讲咱的胃口歹啊，就是讲吼，读了久全胃啊、咸啊，像咱食物件食这物件食胃啊、胃喙啊，无啥要食吼。第二，像讲圣经以外还有别项更较好的要满足我，所以掠做圣经袂当互咱得到。需要。第三，就是像保罗讲的，讲耳孔上啦，吼，耳孔上无爱搁愿意受教。有时咱人吼，毋是你调工的，就是无形中吼，心中拢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敢有影？敢对？敢有你讲的才是？牧师顶员讲的，拢嘛照伊想的，也无影啦，拢有迄款反叛的想法，无要亲像圣经所甲咱讲，我甘心乐意。单纯欢喜来承受，迄是魔鬼的亏难。当圣神讲是啦，即个话吼，无管什么人讲的，牧师、中级也是见证所讲的。若是你有领受，是你通过即个话来消化，互圣神伫你的心中来做工。若无，你有一个反叛的想法，也是讲一个对抗的想法，拢感觉讲别人讲的毋对，我想的上对。你已经甲家己迄个门关起来的时阵，就像是保罗讲的耳孔上啦，无爱有迄个受教的耳孔。我是讲耳孔上是一个描述啦，耳孔上咱就赶紧绕绕的抹药就好啊，哪会上就无要听呢？表示讲耳孔无要安心来听啦，受外口影响干扰就对啦。所以兄弟姊妹，咱倒来伫上帝真道读圣经，伊就亲像一个运动啦。你爱学习圣经，并教导圣经。咱目的毋是讲哇，我读偌济，我一年读一摆，我抄偌济圣经。才会记得即句话讲：你有得到圣经的明白真理，你才会当对别人提出的难题会当面对。因为生命有真多难题，毋是咱解决得去的。你我当亲像约伯伫艰难困苦伫患难的中间，伊愿讲出我要跟对主我要跟对主的道路无？我跟对伊的脚步，接受伊的路，无偏离无？这就是圣经互咱一个真要紧的关键。因为你有活出圣经的真理，你才会当影响世界。所以兄弟姊妹，下面有几项。三较勉励讲，圣经是安怎对咱的生命、甲生活、人生有大帮助，有5个点圣经读圣经的重要，第一，圣经帮助咱认识上帝。你听什么人甲你讲，你都爱先倒来查考讲，圣经敢是这安尼讲？你若无世界偏差的言论太多啊，所以。第一就是圣经帮助咱认识主，神学就是对圣经所
练出来精华就对啦吼。咱讲神其实就等于圣经啊，所以伊是互咱对上帝有正确的观念。英国有一个出名的即个文学家嘛是神学家吼，伊讲一句话，这个 C.S. 路易斯啦，即个出名吼即个作家吼这 C.S. 路易斯伊安尼讲，伊讲，若你唔肯听神学，无表示你对上帝一无所知啦。意思讲你若无爱听吼，嘛无讲你拢唔捌啦。但是吼，表示你上帝有一大堆错误的观念。真侪人吼，唔是唔捌上帝，捌吼一知半解、半桶的、偏差的、错误的观念，甲上帝当作利用的工具，需要的时就要叫上帝来，无需要的时，上帝甲放到冰箱安尼。所以 C.S. 路易斯咧甲咱提醒，你无要听是你的骄傲，吼，你毋是毋捌，但是你有一寡错误的观念已经放伫你内面。当你需要的时阵，你无法当亲像约伯，伊讲出迄款安尼生命的见证，甲坚持。咱看去耶稣伊伫旷野受撒旦试炼的时阵，撒旦吼，你看撒旦就是上帝对敌啊，伊嘛是用圣经呢，伊嘛用圣经要来引诱耶稣呢，但是耶稣伊安那，伊讲伊是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就爱照正义，就是讲要正义分解真理，讲来回答这个撒旦。所以兄弟姊妹，真侪偏差的言论吼，伊就是要用圣经的话甲你讲。你若无好法建造根基，你就会互人带你歪去啊！真侪迄个异端的教派吼，伊拢甲你论圣经咧，讲我招你来查经我毋好。你都无认真哦，坐就互看去啊，伊就带伊的路去啊，安尼。所以研读上帝的话，学习融会贯通就对啦吼。咱实在真有把握吼。对撒旦讲，圣经有讲安怎？人甲你要甲你辩的时候讲，圣经安尼讲啊，我就坚持这圣经是安尼讲的。咱知影讲，当时马丁路德伊咧宗教改革的时阵，哇，天主教迄是一个大甲超大的势力。在压迫这个小小的神父啦，迄阵伊遐神父哦，讲你爱悔改，你要甲你的言论修倒转去，意思讲吼，你毋通一个少年囡仔来遮拍，互咱这个大的帝国吼，互你乱糟糟啊，爱读书啦，爱敬老尊贤啦，爱照起工来啦，毋通遐乱啦，哇，听起来，一个小小的神父要拄着遐尼大的人物来甲压。迄咱若有一般人我惊着啊，毋敢。讲好啦，我猛讲啦，凊彩啦，煞去啊。你听马丁路德安怎演？讲好恁遮的中官恁遮的高阶人士叫我着安怎，请你甲我讲圣经倒一句，我讲的毋对，你用圣经来甲我来甲我指责，或者来圣经甲我纠正。你若讲圣经有讲安尼。我讲毋对，我就愿意接受。若无吼，伊有一句出名的话，伊讲 Here I stand。我家己遮你要抬要挂，拢无法度人拍动我家己的坚持，因为我是对圣经所来，我徛伫遮。所以宗教改革的成功，就是这句话啦。圣经有讲，恁当时天主教的这个帝国吼。就用人的办法偏差，拢用赎罪券买赎罪券要来下罪根本无下圣经啊，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勇敢出来讲啊。第二，圣经帮助咱分别迄个虚假的教导啦，帮助咱分别。有一个小故事讲咱知影迄个英国因有一个伦敦的警察厅。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即专门伫查考、检查迄个假钞啦、假钞的警官的故事。人去甲伊访问讲：你哪会遐厉害吼？遐个假钞你认会出来？迄阵毋是像现在有遐尼精密的仪器咧验啊。咱即摆有诶用迄灯光，也是用迄个机器咧验，伊讲当时拢无啊。问讲：恁是安怎？你遐牛随知咧？
伊讲哦，我无去研究假草啦，我无咧研究，我逐日拢去摸真草啦，我逐日拢去接触真个银纸，吼，即个金，迄个钞票，我摸看吼，啊，所以摸一个久吼，我去摸假，我就随知啊。啊，这反正真大个提醒甲警醒。吼，你讲这道理是真啊假？啊，这个人讲的是有影无影吼？啊，你要安怎分辨啊？你着圣经读个真吼，随感受会着。你圣经真道若明白，迄个假就随显现啦。安尼今日真侪人定下互遐个诈骗集团骗去。你家己无有一个真理伫你身上，常常会互伊误解去安尼。所以《使徒行传》17至11节记载一段真互咱感觉讲，真好的模范的故事啦，就是保罗去到即个比利亚人的中间，这比利亚人呢，因听保罗的讲道吼，圣经记载讲，因甘心领受即个道，而且是日日查考圣经，这是17章11节。咱甲迄经文小复习一下，17章10节到11节讲，迄暗。信徒透暝送保罗甲西拉去比利亚，因一个教会就入去犹太人的会堂，意思讲吼也无啥休困啦。为着做主的工，到比利亚就入去会堂啊。然后圣经记载讲，这犹太人比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更加开明，非常热心领受真理道理，逐日查考圣经，看保罗所讲的有确实啊无？保罗是一个宣教师，已经真有名声，来到这传道理，我们不是吼照单全收呢，伊是热心听，搁查考，看保罗讲的有确实无？你看有心中无？有细致无？所以比利亚人真侪，一个真好的典范啦。我想咱富强教会，咱咧迎子50周年吼。逐项拢足认真要来追求，要来学习，无论教会制度啦，无论教会编制啦，无论教会活动啦，吼，各种的方面。但是吼，咱唯一袂使欠的，就是圣经的真理，用尽各种办法，要互兄弟姊妹对圣经的道理搁较深刻认捌。第三，圣经是咱灵魂的食物，粮食啦，这是咱拄则读的保罗的约伯的见证。咱搁读一遍，伊讲：我一直对伊的脚步，接受伊的路，毋捌偏离，我毋捌违背伊发出的命令，我珍惜伊的话，不时记伫心内。兄弟姊妹，咱台湾人吼，哇，最近反正都台湾人吼，定迄黄仁勋倒来咱台湾，讲去夜市啊，食好食的吼，台湾人咧食啥的拢非常的出名就对啦吼，全世界吼讲到台湾的美食哦，大家足爱。咱台湾人有一个特色啦，叫做什么呢？叫做食什么补什么，有无？吼来食脑吼，食脑来补脑吼，嘿，真够迄个各种的料理吼，吃什么补什么安尼。但是这个有无这营养学家会甲咱讲？我要讲的是讲，咱有这款的观念，但是咱敢无该用伫咱的信仰的顶面？属灵的方面，你要补啥？灵性的补品就是圣经啊。所以你若无用圣经来保养，你要用别项就无效。所以只有对圣经才能得到正确的属灵的养分就对啦。所以咱做门徒训练，圣经有记载，耶稣讲咱要做伊的门徒，就是照耶稣基督的态度。伊讲人活的毋是单靠食物啦，是靠上帝嘴里所讲一切话。活的，咱人伫世间，你有美食啦，台湾的美食，你夜市你一礼拜去一届你食袂了，逐项拢食，营养逐项拢有好，但是咱毋通袂记哩。人活的毋是干那靠食物啦，听，是靠上帝嘴里所讲一切话。台语的圣经是讲，人在活，毋若活靠饼，就是活靠对上帝嘴所讲拢总的话。第四项，互咱明白上帝旨意。
特别咱当拄着困境的时阵，你真歹决定，问家己讲，到底圣经有啥物原则会通引传我？圣经啥物话来指示我行这条选择？拄着困难免怎超越？吼啊！咱这社会人士就是去算命啊，吼去抽签啊。啊，咱基督徒毋是用抽签来解决。啊，你若抽到吼，啊行毋对要安怎？是讲圣经的话叫我安怎做？圣经拢互你一个原则，一个方向，毋是叫你着安尼做，才安怎？是一个真理来指明你行迄条正确的道路，明白上帝旨意。所以，咱来认捌基督的心甲上帝旨意吼，读圣经是上主要的。有时咱当然会请教咱的小组长啊，请教咱的长老啊，还是甲牧师开讲。啊，牧师互你的吼，中级互你的小组长互你嘛是圣经的话啊。那袂使讲我讲的吼，比圣经较有公信力，安尼就毋对啊。所以，一个人会经过家己的研读圣经，你就亲像你随时吼身躯边得到一个宝藏共款，一个真人共款，因为你随时用会到。有影，真侪兄弟讲啊，我读遐济要创啥？啊，我抄遐济有效无？请会记哩吼，圣神的气力就是伫遮。你读咧，应用拢伫内底啊。当你需要用到的时阵，应用就互你有气力啦。圣经的话，就铺出什么款的指导，什么款的方向，什么款的这个明白。兄弟姊妹，最后上，圣经是对上帝是要对咱讲的话。你讲啊，上帝，你看袂到啦，我要听你讲什么话，请会记你圣经，你要爱听上帝的话，圣经要对你讲。圣经就是讲上帝的话。咱拄来讲的这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伊讲圣经是我的，伊对我讲话，伊有骹会对接我，伊有手，伊放伫我的身上吼，这是马丁路德啊吼。伊是讲圣经吼是活命的，是军队你的，啊你毋通啊，干那讲放伫桌顶咧摆饰，也是讲放伫你的册架啊。所以，请会记哩，圣经毋只是印伫册顶面的字句啦。伊是我的字句，啊！你讲我，啊！就原来圣经就一页一页，哪有啥物我？请会记哩，是圣神互伊我，圣神互这个话画出一个图画，一个指示，一个提醒。因为圣神透过伊对你个人来讲话。啊，所以兄弟姊妹，请会记哩，咱要迎起50周年，啊！逐间教会拢嘛咧庆祝。亲像几个月前，啊，咱隔壁迄个中兴教会嘛庆祝70周年啊，吼啊，咱的伫咧鲜花嘛有一间教会庆祝60周年啊，逐个嘛咧庆祝，但是咱基督徒伫咱富强教会，咱感觉上好的庆祝就是你对圣经的装备得到提升。所以圣经是咱个人甲上帝中间上重要的对话，啊，这是上帝道，互上帝话进入到你内面。最后咱要引用到这个18世纪出名的这个布道家叫做约翰卫斯理哈，伊卫斯理来讲一句话，这布道家卫斯理讲，互我100个专心专意听上帝，除了罪以外，啥物拢毋惊的人，我就会当移动全世界。表示坚固伫圣经的真理吼，迄款的威力吼，大甲100人就会当改变世界。这是卫斯理约翰所互咱一个，若讲世纪名言就对啦。啊，伊创设着咱现在卫理公会，就是伊对伊来创设的。啊，伊影响着英国，影响着欧洲，影响着美国。啊，所以美国的卫理会吼，比长老会较大呢。卫理会，像你姊妹。伫即个咱顶礼拜领受到2位牧师对咱的勉励了后，咱转来伫生活的日常，咱信仰的日常，我期待兄弟姊妹咱大家做伙参与伫迄个读经、研经、学习经、抄经、背经的生活，互你的生命丰富着圣经的话伫你的身上，这是咱上大的期待甲愿望，也是咱要用上好的礼物来。
奉献予上帝第50周年的时阵，上基本也是大家人拢爱做的事。这是咱要来吟修回应的诗歌圣诗吼，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然后吟诗煞，咱今日有一个特别的分享，就是咱的这个基立小组因有去泰北吼来宣教，因要分享，把咱知影讲因这边去十天的一个经历吼，咱一日吟193首。来做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你所赐活命的话，伫圣经明明记载，圣经帮助阮来领受这款的恩典，互阮认捌你，互阮分别虚假的教导，正做阮灵魂的食物，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你对阮讲话，圣神来启示阮，别上帝，互阮立志，若是教会所推动的圣经的活动，阮拢欢喜跟对。阮平常时就欢喜研读、欢喜思考、欢喜灵修、欢喜阿来默想。主的话，正做阮的生命美良，也正做阮日常生活的准情甲指导。愿你圣神教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活出真道得造就的生活。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下面一段时间吼，咱要邀请激励小组许瑞贤吼，来，伊要来甲咱分享因去太平断线的经过，咱拍拍欢迎伊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我是王瑞贤，即摆代表富强教会来到泰北进行第二宣教。这篇报告要来甲大家分享阮这10天第二宣教的经验。伫出发之前，我有开了几摆会，主要是对象是基立牧区区长的夫妇以及杨恒庆兄弟夫妇来讨论会议中
阮决定了这边第二宣告的主题，包括家头门、护理的卫教，真正感谢教会兄弟姊妹支持甲帮赞，互咱伫服务居民会当更加下手。富强教会是使命，是伫传扬基督的疼甲力量，透过服务社区来建立神的国度。咱的团队即届有8个大人，6名囡仔，做伙来到台北来进行即届的第二宣告。伫台北，阮即届拜访了，并且协助了3个机构，每一个机构拢深深的感动着阮。第一个是蒙恩之家，蒙恩之家是一个充满疼的所在，才有真侪乞食的孤儿，邢牧师甲邢师表无私的疼，帮助了这个囡仔接受教育，并透过信仰改变因的生命。邢师表一句话，互我真感动。假使若无看到，就无问题；既然若看到，就要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疼。邢牧师身体虽然有病痛，但是这个囡仔为着这个囡仔，伊连看医生的钱拢省落来。第二个机构是巴山教会，巴山教会讲咱即届去是第一个访问因的đoàn宣队，海巡传道的夫妇甲这个囡仔对咱的来教是真正欢喜甲兴奋。这个所在专门收养青少女，有的是中度辍学，有的是单亲家庭的囡仔。教会透过神的话来教育这个囡仔，互因的品格端正，将来成做成功的器皿。第三个机构是老家村教会，老玉贵牧师离老家村已经经营数年，因的事工包括第一，主爱之家，帮助缅甸、逃亡、无身份的囡仔，提供因这大家教育；第二个是美梦河报道所，这个深山所设立的中文学校，供应因的教育的需求；第三个是信望爱戒毒所，用神的疼来帮助许毒瘾甜心的人，互因重新得到活命。而这个机构当中，咱透过诗歌、家头门以及着护理的卫教，互当地居民甲囡仔进行了安尼互动。尤其是敬基兄弟伫戒毒所的性命见证，互因真大的鼓励甲建造。咱即届教会车牌的时阵，提供了阮2万块。这个经费主要是用伫采购服饰、使用家头门的工具，以及着暂务各机构的医疗用品。村的专属奉献户必特力新学院。即届台北第2宣告行政交通，全部是由新学院基牧师协助，祈求上帝亲自赐福伊，感谢伊的付出甲支持。咱的基力小组伫今年的3月22、23参加了联合财团教育事工培训课程。即届培训的课程帮助咱更加了解上帝的心意甲意向，明白宣告毋是一门学问，而是咱生活中的每一天。这互咱更加会当好好啊服务当地囡仔甲家庭。咱希望富强教会会当甲当地机构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若是解决目睭前的困难，更希望透过咱的信仰甲行动，引带因行向美好的未来。咱的希望宣告的工课会当互当地人感受到神的疼甲恩典，并伫因的心中种下信仰的种子，互这份爱甲力量继续传承落去。最后，咱将一切荣耀拢归予咱的上帝，感谢伊赐予咱即届宝贵的机会，互咱会当伫台北见证伊的作为。谢谢。接下来，我有一段影片，咱请音控。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侧耳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将
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他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这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侧耳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地极。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他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在指引。时刻，勇敢前去，我们要勇敢前去。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以生命见证，耶稣他活着。就是这个时刻。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他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这个时刻，就是这个时刻，勇敢走出去，就是这个时刻。耶稣你，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真好，信耶稣真好，真好，信耶稣真好。我快一快乐快唱快吃快舞。刷来，阮要唱一首诗歌，
耶稣听愿，这是阮有泰国的泰国版，嘿。谁要买？还没。准备喽！耶稣爱我，我知道，用身体告诉我，很小孩子主模样，我虽软弱，主刚强。这是咱三甲来奉献。会众请起立，咱三甲来吟上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是咱献开酒报上尾啊。
咱共读本话金句，咱三个来读。上帝啊，求你互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诗篇51篇第10节，这是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第2页。下周的事奉当中，请大家来注意。下周的司礼是负责校职事。请掀开第4页集体交锋，本会定伫8月10日释教48周年来举行圣礼典，请要受洗兄姐伫7月20日完成报名。咱来看第3点，本会定伫9月8来推动第7期的幸福小组，下骹有详细的计划，请咱来斟酌。第4点，主日定伫7月18到20日举办夏令营，请咱来注意。第6点，本会定伫7月27举办心灵关怀专题讲座，请咱大家来斟酌。第8点，丧礼关怀，本会徛起伫澳洲的王瑞英医师伫6月23伫澳洲蒙准温调安歇主怀，请兄弟姊妹为遗族来代祷，求上帝亲自来安慰遗族。第9点的消息，请咱来斟酌。本会有新增设触控导览型的电子看板，伫1楼遐，请咱大家会当来看遐的信息。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各位兄姐，我来做补充以前，我想要甲咱提醒讲，咱后礼拜就7月第1主日啦咱的即个祈祷回应诗，甲咱的即个阿门颂小可改变，互咱感觉讲，无共款的诗歌，咱有一个回应。我要请咱的司琴啦依萍姐妹，甲咱弹一个332首。耶稣着基督歌一段就好了解讲迄音乐是安怎。后礼拜若弹落去时咱就来唱这条来，来。安尼会使耶稣着基督歌，是咱迄个诗会祈祷了咱的回应诗。搁这条642首这个阿门颂咱应该有识，但是较无接着唱，咱搁弹一个阿门颂。3段阿门所以后礼拜咱就照安尼来进行互咱礼拜的形式小可改变互咱较有一个新的即个印象搁学习好，我来做几项的补充啦就是讲。咱即个周报内底有写的图片我搁互咱看一个，就用即个影像啦咱2礼拜后就要举办即个主日夏令营，请咱兄姐为着这样时间顺序来祈祷因为迄是规日的，一定足多同工来服侍，咱为着因来祈祷互这学生来遮得到造就第2，咱祈祷的树继续咧增果，我有听咱的书包老师讲，假使有人讲要写拢还袂动静的款，无啥物反应赶紧若有写起来，先感动就甲写起来，互咱的编辑人员看一下，有啥物所在要补充，再过来补充先把它完成就对啦欢迎过来，咱拄则牧师伫讲道中有报告讲，咱今年要参与即个诗篇、抄诗篇3本，所以日期有较长就是对今仔日你若有摕到，就11月28要交，迄是公布社的时间啦。咱的小安姐妹有甲我干事讲，牧师咱教会免遐赶对啦，咱本会你要写甲了，交拢会有算啦。意思讲，你若要参加公布社的抽奖表扬，你就爱11月28甲交出去。咱教会就无限啦上无是上紧年底交转来，咱会送一个小礼物互你，搁有补助因为这3本爱钱买啦，爱差不多爱600块，若12组以上就较俗8折，意思讲
你爱先纳钱去买，啊开始写，啊若写完成，交转来，啊咱甲签收了后，要退你300块，所以你实际上要交200几尔，啊搁到时即个结束的时要送你一个小礼物，啊所以欢迎吼，咱落去楼骹开始来迄落吼来登记哦，一组吼，啊若差不多应该是会当交8节的啦。因咱嘛讲至少有12个以上参加吼，有12个以上参加，啊，咱就会当较俗8节吼，一组3本哦吼。啊，搁一项咱继续咧抄即个白话字的，也是讲台语汉字本的《府城教会部》第1章，伊原咧继续吼，到7月12，搁一礼拜我就要结束啊。我真诶有收到几啊张啊吼，有人写白话字哦，吼，啊有人写台语汉字的哦。啊，有写中文的，拢会使，像安尼，你甲抄一页就了啊，吼，这较简单啦，吼。若先写一张，写了有一个热情哦，再过来写别项吼。好，啊，这是咱即个任务的部分，我来伫周报内底有1、2项甲咱提醒吼。第一项就是讲，啊，咱第7期的幸福小组要开始进行啊，啊，邀请咱各单位、各小组啊开始来筹备哦吼。啊，详细时间写伫遮。第2是咱有一个影展，吼，就是影展就对啦。咱甲华人民主书院合办2场的影展，一场是7月20，吼，暗时咱的青少年甲基田要合办的，一边是咱8月初3由上年主办的，吼，啊，咱欢迎，拢无限对象哦，欢迎咱来看遐影片吼。第2是咱7月27拜六早起有一个心灵讲座。心灵关怀讲座，7月27，去年也捌来办一摆，由张家惠博士要来专讲，伊讲情绪共舞甲心灵读经啦。哦，这读圣经对心灵得到帮助。啊，咱迄天有要甲上年配合，上年有哪来聚会，但是来遮听，毋是普通的聚会吼。啊，搁来一项，第七项，好消息电视台吼，伫即个。即礼拜的款，7月初6拜六暗时7点开始要首播吼，一项叫做《福音400温电台湾》的纪录片，哇，拍了非常的精彩。啊，你若看就知影讲，哦，18集哦，甲咱台湾的历史、甲上帝的恩典甲做伙，吼啊，所以你会当招你的朋友来看，吼，拜六首播哦，吼。但是逐礼拜拜六暗时7点首播，啊，毋过伊讲佫有重播几啊遍吼，咱只 Good TV 足侪重播会当佫看。啊，你若讲啊，我平时都无即个时间通看，你用电脑、手机拢会当看，叫做 Good TV Plus， 开落去啊，会回播，会当回播安尼吼。好啊，另外咱拄则有报告讲，咱伫澳洲的即个王医师啦吼，王瑞英医师，啊，伊伫顶日望主温调啊。进前咧，甲即个丽丽姐联络的时，我有听伊讲，好像就有咧计划要伫即个7月初9拜2啦，吼，伫博斯遐举行告别式安尼吼，啊，咱也为着因即个家庭来祈祷吼。王医师较早伫咱遮真活泼咯吼，真好的真理甲咱教导吼，啊，咱来为着伊的家庭来祈祷安尼。另外，咱嘛恭喜吼，咱的周间查经班有62位的兄弟参加查经吼。啊，已经伫顶礼拜拜3拢顺序来完成啊吼。好，啊用安尼甲恁做报告。啊，即本册就是安尼啦吼，迄个抄经的吼，3本吼。啊，你若有趣味，落去先登记，啊，甲你登来吼。后礼拜就会当摕到啊，吼，也甲时间交互咱即个师会。上营会众请起立，来吟上营的诗歌。牧师来作答。
咱做来领受对上帝来的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OK， 请坐默祷闭会。今日第一堂礼拜到这结束，兄弟姊妹互相请安。